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《六祖坛经》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六页，解说甲正文第六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七节；对头算倒来，就是第七节。就是解说甲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即马应该呢，就是要来解说一面。一面就是讲诗词奇语，多种总经，无不才雅，各项为言，记载不得以貌出人，何得都是斯他玉心菩萨。足见众人见怪，强人损害。虽将海拆了其源，又未见性，将以为然。诗词奇语，就是讲迄位张吉用来替慧能大师将这个记给写了，安尼叫做诗词奇语。在前面所讲的就是讲慧能大师由迄个东主带来甲南平走廊的所在。这位慧能大师叫因读新秀大师的记互伊听，读你讲我嘛有一首记希望你会当甲写。迄个张吉勇上去头实在是看袂起，讲你会当做记这实是真正稀罕的代志。慧能大师甲伊讲，你毋通轻视初学凡说下人有上帝这位张吉勇就甲伊讲既然是安尼，你就做记咯，我甲你写咯。不过有一个条件，你若是得到六祖的法，你就先爱度我，就是讲你若得到五祖的法，来成为第六代祖你应该先来度我。迄当阵慧能大师就讲啦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那这呢，就是慧能大师的开悟记。伊念出来，这位别驾张吉勇就甲伊写了。写了呢，大家一个看，哇，多种总经，所有这多种，拢总都非常的惊吓，无不车雅。这个车呢，就是赞美的意思。这个雅呢，就是有一种的怀疑，感觉讲真奇怪。大家呢就拢非常的惊吓，非常的来甲伊赞叹，因为因遮的人虽然是本身无法度好写开悟记出来，本身写是袂晓写啦，但是人写的到底是对毋对，因呢却会晓看。这呢就等于讲，咱一个人要叫咱亲手要来去装一尊佛像，咱是无可能。但装佛像的师傅倒一个装好，倒一个装歹呢，咱看会晓。了人伫咧装的时阵，你就甲伊讲：哎呀，你这个手装了大细支啦，或者是讲鼻孔歪一边啦，或者是讲耳是大细粒啦，大细蕊啦，目睭大细粒啦，拢会晓讲。人本来就是安尼，自己要去做不可能，别人做呢，徛在边呢，看有可能会晓批评。因在道场等于就是这个意思。虽然是五祖命令伊每一个人拢来做一首记来，
但伊遮人是无迄个本事，要做机是无迄个本事，但是咱机上做出来，伊却是看会晓哩。看到慧能所念的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大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在迄个时阵呢，因非常的惊吓，非常的赞叹。国相为见，国相为见就是讲各国啊，就互相就伫遐伫咧会啦，伫遐伫咧讲啦。安怎讲呢？讲奇在不得已貌出人啊！讲嗨呀，实在是真稀奇。这个奇在就是讲真稀奇的意思。不得已貌出人，讲袂使以迄个外貌呢来看迄个人。用迄个外表要来看迄个人啊，这根本呢就毋对。因遮人本地呢看慧能，只是一个南方的一个粗人，因为伊是南方来，佫是伫咧抾茶卖茶过日子的。到甲东禅时来，五祖佫再派去净土经净美。在东禅时讲起来，伊可以讲只是一个粗工啦，只是呢伫咧做工课人，所以啦，因一向啊是以外表来看，认为讲这个人啊，靠有啥物本事，这个人靠有啥物了不起啦，在以前一些的看法，现只是看伊写这个字出来啊，就毋敢以貌取人。讲何得道是师他玉心菩萨？何得道是？这个何得道是意思就是讲，哎呀，遐尼诚久的时间，安怎讲遐尼诚久的时间呢？就是慧能到甲东禅时来已经8个外过，遮尼诚久的时间呢，伊啊是一个玉心菩萨，咱却是毋知咯。大家所讲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讲，伊本来是一个玉心菩萨，却是呢，藏伫迄个净土境的所在，伫咧净美，伫咧打卡队伫咧净美，大家呢就非常啊，该赞叹啊，将这个所在呢就可以了解。个人看慧能所做这个棋，大家已经了解讲，伊的程度是比神秀大师较悬。所以，叫做做玉心菩萨，应该就是叫做诚心菩萨。诚心菩萨的意思就是讲，现主时伊就是一个菩萨。玉心的菩萨就是讲，伊现主时虽然是甲咱共款啦，有这个肉体，但是呢，伊啊就是一个菩萨。伊边讲作见众人经怪，强人损害，水中海，擦了其源。亦未见识，将以为人。祖就是个字五祖。五祖呢，看到众人拢伫咧经怪，就是面顶所讲的车牙。因为大家拢伫咧回啦，哇，不得了啊！这个慧能写这个字遮尔真好啊！大家呢拢喊起来了。看到大家拢喊起来呢，恐惊有人去损害着慧能。在前面我已经讲了啦，就是讲人修行是修行，毋过呢，还未将凡夫心来转为圣人心以前啊，过去所带来这个凡夫的烦恼习气，万年存在。那就是讲对世间名利之心，当然还阁在存在伫咧。既然存在，会当好得到六祖的地位，这毋是一个简单的代志。神秀大师伊所做这个棋，已经是真好。大家以为讲神秀大师会来继承第六代祖，哪里会知在这个净土经精美的慧能写的棋比佫较好？也若安尼，第六代祖师的地位一定就是叫慧能提起。
即个中间，假如若是有人是属于凡夫心的人，对慧能大师要来得到第六大祖的地位啊，若是不满的，可能会甲伊加害。这是五祖伊所考虑的问题。遂将骸拆了机关，因此呢，就将迄个鞋仔给弹起来，将迄个机械夫妇切掉，讲这原来是还袂见性。伊讲即句话，仗义为廉，因为因遮人只是知影讲，哇，伊做即个机，比新秀大师做的机程度较悬嘛。但是到底啊，是毋是有见性？事实上，因遮人应该呢，我那是无了解，所以即个五祖甲伊讲，根本就还袂见性，我那是还袂见性啦。一个安尼讲呢，大家以为讲可能是有影咯，所以呢，因遮人啊，就袂搁再怀疑啦。而且即个机呢，已经是甲伊拆掉去啊。大家要背嘛无法度啊，大家嘛袂记咧讲到底伊所做的是啥物机。从即段咱就可以了解五祖弘金大师对六祖慧能大师的爱护啊，实在是无微不至，非常爱护即位伊的法律继承者。这段呢，就是咧说明讲，这位慧能大师将机做出来了，大家感觉非常惊吓。当作讲，伊就是一位药神菩萨，但呢，五祖啊，恐惊人害，所以就将迄个鞋仔摕起来，将机给切掉。讲伊嘛是还袂见性啊，安尼就将别人对伊注意的心呢，甲伊抵消去啦。下面讲次日，做占之对方，见令要食长米，意愿求道之人违法亡躯，当如是好。在这个所在，正文的飘点毋对，应该是违法亡躯。甲迄个所在一句，当如是好，这是一句。乃问曰：米俗也米，慧能曰：米俗救义，犹缺所在。左一中，极对三合而去。慧能即会左义，三顾入室。左以加三者为不能人见，为说金刚经。只应无所住其生其心，慧能言下大悟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。随客作愿，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作第五本性，为慧能曰：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；若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。天人师佛，三经受法，人尽不知。遍传顿教及依跋因，你为第六大祖，先自护念，广度有情，留步将来，无能断绝，天无其愿。有情来下降，因地过凡生。无情即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这段就是五祖啊，将衣钵传予慧能，就由慧能大师啊来继承第六大祖。次日就是讲，搁再经过一天啦，第二天头一天，这位慧能大师来到走廊，
叫张伯嘉甲伊写开五记。黄金大师啦，强健人甲还讲，还袂见效，这原来是共款啦。恁搁再去上迄个新秀大师迄手机好啦，迄手机上啦，恁会当好得到大利益，会当明心见性，免对地价。大家就散开去啦。佮经过一天，祖就是来自弘忍大师，就占至对方。这个占就是讲无人知影，就安尼去啦。毋是讲大大方方公公认的去，咱是看无人的所在，看无人迄个时阵啊，伊一个人呢就走入去迄个骹对境的所在。这个对方就是讲骹对境，精美迄个骹对境的所在。见灵遥色长美，讲看到慧灵啊，伊个腰的所在，绑一粒石头，伫遐呢，伫咧精美，其实就是咧打迄个骹对。因为慧灵伊个人细汉，身躯较轻啦，遐个骹对真重，打袂落，打袂落当然就无法度整咯。为着要增加伊个重量，所以呢，就绑一粒石头来增加伊个重量。当然，这个石头呢是相当重啦。你若讲干那绑石头差不多4-5斤重，迄靠什么路用？相信这粒石头一定是有最少嘛20斤以上，咱才会当帮助伊个重量咯。当然是相传，因为慧灵将这个石头甲伊绑在腰的所在，精美会震动啊，石头会来去摩擦，变成讲直直撸，迄个皮肤撸了就规空。规空内底呢，当然就老火，就有人，就生虫。虫伫头底慧灵根本呢也无甲伊掠掉。像一个叮当，迄个虫落来讲，哎呀，众生啊，你都毋通走，将我掠倒去。这是相传啦，在《六祖坛经》这个所在并无安尼讲，但是有这个相传。虽然是一种传说。也有可能，因为慧灵是一位菩萨，菩萨是爱护众生啊。伫身躯生出来的虫，假如讲连落涂骹要食啥物件，当然饿死啊。伊有这个自卑心呢，所以佮家掠倒起来。那不管如何啦，伊总是将一粒石头绑在迄个腰的所在，遐伫咧精美。即马看到慧灵伫咧精美。意愿，弘忍大师就安尼甲伊讲啦，讲求道之人，为法忘躯，当如是福。讲要来求道的人，为法来忘躯，就是讲为着法也忘躯这个忘躯就是讲袂记你自己身躯辛苦，讲为着佛法。袂记自己身躯辛苦，当如是福。讲应该就是爱安尼咯。意思就是讲应该就是爱安尼来去辛苦，也来去用功。乃文曰美俗也美，结果呢就甲伊问啦，讲你的美到底是俗袂啊？意思是讲你这个美种了，也已经是种白袂啦。因为米伫咧种咧，种较白种较白就是讲迄个米糠爱甲种会掉，变成白米咯。问讲米色也美，慧灵话米俗久矣，犹缺实在。慧灵就对五祖安尼讲米已经真久就种色就是讲真久这个米就种白啦。但是呢，还佫咧欠一个丝，这个丝是啥物呢？就是迄个米胎因为米种白了，粗糠这个米糠甲米呢是还佫淋做一伙，淋做一伙呢，必须经过迄个米胎甲伊胎过，
哦，迄个米糠是较幼的物件，啊米是较大粒。啊，种太太的迄米糠落倒咧，就剩迄个米伫遐。安尼米糠甲米呢，就该分开啦。哦，这就是一种的米胎。伫遮事实上，六祖所问的，在外表看起来，敢毋讲啊？你米蒸遐久，你这米到底是蒸白也袂啦？慧能甲因为讲对啊，我米已经真久就蒸白啊，但是都欠一个米胎来太太咧安尼。外表甲看起来好像像一句真简单的话，但事实上毋是。这个米，就是甲蒸，就是将迄个米糠哦，甲蒸掉，变成白米。那这是伫咧表示啥物？就是讲学佛修行，将迄个烦恼呢来甲去掉，将烦恼甲去掉，迄个所在伊的本性就显现啦。应该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问讲米俗也米啊，应该就是讲，当你的烦恼是毋是已经拨开啦？你的本性是毋是显现啦？佮讲一个较简单，就是讲你是毋是已经得到明心见性啦？迄当阵慧能甲伊讲米俗救伊，讲我这个米蒸白已经是真久就蒸白啊，那就是讲我真久啊，这个烦恼已经拨开啦，我的自性已经显现啦，我已经是明心见性。但是有缺失在，这个失就是讲米哦，甲迄个米糠爱甲太太的甲分开，哦，这就是有这个台啊咯。事实上，伫遮所讲就是讲，抑佫欠你师父啊来甲印证者，哦，来甲印证讲到底，那我所开悟到底是对毋对？哦，只是安尼意义。伫遮呢，就是伊即个精米即项代志，即个问答也内中包含着是毋是有悟的即个道理。甲恁讲。五祖安尼来问慧能，慧能安尼甲回答。像是讲精米经迄个所在有人伫遐呢，也无要紧。为啥物呢？大家听无啊？哦，问讲你米蒸白无？伊讲我蒸白啊，但是都欠一个太咧。那这是一句普通话啊，一般的人可能听袂晓，因两个到底是咧讲啥物？事实上呢，这就是一种的禅的意义。在咱禅宗名叫做打机锋。哦，这个打机锋的意思就是讲，禅的一问一答，在这个禅的一问一答其中，若是当了悟，这就是五祖所讲的言下事结，就是讲在一句话下面啊，会当回来见到真理。迄边祖以重极对三下而起，祖就是讲弘忍大师啦。五祖弘忍大师就用过伊的迄个。中啊，中就是讲伊的禅宗啊，哦，伊年纪真济岁啊，也伊要去骹对经呢，举一支迄个中，就是讲举一支拐啊啦。伊即马呢，将即个拐啊呢，就拍迄个对，哦，就是讲拍迄个骹对，拍三下，安尼就去啊。哦，伊呢也无要甲伊讲话，就安尼甲拍就去啊。慧能即会祖义三国入室，这个慧能大师呢，伊就会当好体会到五祖的用意。哦，该拍三个拐啊，有伊的用意咯。迄当阵慧能大师知三国入室，这个三国就是讲三家，三家呢就入去方丈室啦。所以从这个所在就可以了解讲，有迄个师傅，爱有迄个徒弟。哦，假定讲伊即个徒弟若是无有迄个智慧啊，根本无法度接受即个师傅的法。这呢，正就是五祖在下边讲能者得意啊。哦，就是讲有能力的人将我衣钵摕去啊啦。哦，意思是安尼。那在这个所在。这位弘忍大师将拐啊甲伊敲三下，意思就是讲你在三更的时阵啊，你就爱来我的方丈寮，来我的方丈室。伊毋将讲的，将拐啊甲讲三下。
当然过来讲三个是叫暗示，这个暗示当然也有要考试伊的意思。就是讲我咧甲你讲三个，看你会当好体会袂？那甲你讲这三个，你若是袂当好体会，那是无法度接我的法。根本咧，你变成讲袂会意啊，袂会根本就无法度依心应心。这个慧能呢，会当好会意。知影讲师父都是叫我在三更时分啦，来去找。所以慧能伊真正精心啊，在三更时分迄个时阵就入室。入去甲祖师的方丈室内，这个祖师当然呢，就在迄个所在要将法来传开。咱从前面那里一直看来，不但是讲会当好来了解六祖慧能大师，出家也在五祖的所在来亲近五祖，得到开悟。要来传法给伊，在这个所在就是处处表现着禅的真正高深微妙的境界。因为参伫遮伫咧问讲米熟未啊？慧能讲熟已经熟真久啊，但是欠一个太来咧啊。那这个祖师呢，就将过迄个中就甲伊讲啥个。那慧能就知咯。像这款的，这拢是一种的禅宗会意，真正深的意义。但是，假如讲咱伫咧学佛修行人，那是像这款的弦外之音那袂当好来了解，安尼根本呢就无法度来体会佛法。所谓依心应心就是这个意思。要得法，应该就是依心应心。假如讲无法度依心应心，免来当得法呢，就无可能得法。最近先听讲，咱今仔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最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